早晨，劉副校長，今日係我哋東莞學校1年1度嘅國際文化日。我哋今日嘅活動有攤位遊戲、小手工同埋國藝表演。請問你中意呢度入邊嘅邊個活動多啲呢？我其中咧中意嘅咧係一個剪紙嘅活動喎，咁啊同學咧去剪一啲嘅，譬如春字啊、福字啊，咁咧呢啲嘅圖案啦，咁剪完之後咧可以咧掛翻喺屋企度咧，咁呢一個嘅迎春接福賀新年，真係好有意思喎。之後可唔可以請你提前同全校嘅同學講幾句新年嘅祝賀語啊？好啊，好，我祝各位同學學業進步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。黃主任早晨，你最中意邊一個活動啊？我最中意係學生手工活動，因為佢哋嘅作品裏邊咧睇到佢哋好有創意。新嘅一年就嚟到啦，你可唔可以同學生講幾句祝賀語呢？當然可以啦，我喺呢度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，每日咧都開開心心。祝校長早上好，你個人比較喜歡哪一個呢？我個人最喜歡的呢，就是這個彩繪攤位。大家可以見到呢，排了長長的隊伍在前面，就說明呢，小朋友們都非常中意、非常喜歡這個攤位。那在此可否為學生們帶來幾句祝福語呢？當然可以啦，在新的一年裡，祝福我們全校的老師和學生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，快快長大。校長啊，今日咧有好多老師同埋同學咧都着咗佢哋嘅傳統服裝喎，你有啲乜嘢感想啊？好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係呢個國際文化日，咁啊老師啊、同學啊都穿着咧佢哋民族服裝，咁啊個精神奕奕今日翻嚟，非常之開心。多謝校長。咁新嘅一年，你對同學有咩期望啊？嗱，希望同學咧新嘅一年咧係繼續努力讀書，咁啊精神奕奕，咁啊每一日咧係咧面對每一日嘅挑戰，咁啊而期望佢哋咧係仍然係能夠咧係努力做到最好，同埋咧係祝佢哋大家身體健康。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